上到早，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7月24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风台的消息。即马烟火风台，伊是伫台北东北东遮的海面，伊向北北西里刷震动。即马伊的暴风圈对台湾的北部和东北部的海面拢造成威胁。另外，伫关岛东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昨暗8点已经结作是第8号的风台尼伯特，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溪水拢涨起来，阁正错流。桃园市复兴区有31条土石流尖细溪流列做黄色的警戒。为了要预防土石流的意外，复兴区公所对范围内的保全合作预防性撤离，警消人员全力到3天，总共撤离338人。今仔日24也拢停班停课。烟火风台带来雨正惊人。根据气象局讲，自21日0点到24 5点出现较大雨量的地区是新竹县花园派出所585.5毫米，苗栗县凤美506毫米。另外，新北市的碧湖、桃园市的高基、宜兰县平南石牌拢超过400毫米。在整个北部地区沿海地方都是属于涨潮的时间点。那这些地区如果下雨比较明显的话，沿海或者是低洼地区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情形。目前烟火风台路线伫台北的东北东边的海面上，向北北西方向刷震动，伊的暴风圈慢慢挖近台湾的北部海面，对东北部海面造成威胁。虽然直接入来台湾的可能性降低，但我外围环流会和台湾的中部以北、云林以南、南投、花莲山区落大雨。台湾依旧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低压带的环境。在这个低压带环境，东边的是第8号台风尼伯特，西边的是第7号台风减弱之后的热带性低气压。离台湾最近的目前就是影响我们的烟花台风。除了中度风台烟火，伫关岛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昨晚8点形成今年第8号风台尼伯特。虽然尼伯特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后礼拜2、拜3挖近日本，可能对东京奥运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中度的风台烟火今仔日早起上挖近台湾，伫北部甲中部拢在拼大雨。气象局拄则8点40分有上新的预报，咱来听因的说明。第6号中度台风烟花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大约就是在今天的清晨前后。所以从清晨一直到现在，北台湾地区的朋友应该都有明显感受到它的风雨影响。在过去这段时间，烟花台风的强度有略微的增强，近中心附近的风速从每秒40公尺增加到每秒43公尺，而它也逐渐的加快速度在往西北方移动，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台湾的北部海面跟东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提醒在这个海域活动的船只要严加的戒备。而随着台风的接近，在台湾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浪跟风的部分也相当的明显。我们观测到，在澎嘉屿以及马祖海面的浪高是来到接近6米的上下，而在宜花的沿海也有4到5米的大浪。同时，风的部分也很强哦。虽然台风离我们有段距离，但是受到地形的影响，在鼻头角以及兰屿都有观测到11级的强阵风。而在我们北海岸到宜兰北侧这一带，以及恒春半岛地区，也都观测到了9到10级的强阵风，提醒这些沿海区域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而在降雨的部分，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从清晨到现在，随着台风外围环流的雨带接近，在北台湾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其中在新竹县的山区，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大豪雨的等级，而在北部其他山区，降雨状况也来到了豪雨的等级。我们要提醒，在上午这段期间，还是要留意台风持续所带来的这些降雨。北台湾地区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局部雨势出现。背风侧的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地区，今天则是要留意可能会有背风沉降造成的焚风所带来的高温。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持续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发生，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区要留意，还是会有豪雨以上，尤其是在桃竹苗山区可能会有来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而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局部雨势出现。而到了今天的下半天，随着台风逐渐的离开，
在北台湾的降雨，在今天下半天之后就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不过，随着台风北上，渐渐会带来西南风。在今天的入夜之后，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开始要注意降雨的几率就会提高。咱拄则听到的是气象局针对烟火风台上新的说明，提醒乡亲今仔日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雨势是哪来哪大。咱来看分图。气象局早起针对台中以北、宜兰、南投等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伫遮的所在雨水拢会较高。伫北部的山区、宜兰地区也会变大雨。基隆的北海岸、宜兰头城、恒春半岛、甲绿岛可能会透到9级到10级的风。尤其即马拄当电流伫中昼进前，北部地区的沿海若落大雨，就可能出现积水和淹水的状况。到下晡，风雨会渐渐较细阵。等台风台若走，会有西南气流，时到水气高，中南部爱4级上大雨，这雨会直直落到8级，咱乡亲得要注意。今仔日的报纸有啥物重点？咱来看联合报。有一个姓叶的男性组集团咧卖大麻，赚阿杂钱，伊竟然阁证讲卖大麻是为着要救癌症的病人。检方昨起诉16个人，也认为这个姓叶的男性根本就无悔改的意思，要求法官要判伊无期徒刑，搁1500万的罚金。接落来是自由时报，东元召开股东会，改选11席的董事，这就是由公司派摕到8席，吴玉仁摕到3席。董事长屈顺基表示，伊家己会用平常心的看待，后来公司派和改革派达成共识。全数通过这个屈顺基连任东元的董事长。落尾是《中国时报》，台北市长郭文地昨表示讲，当方做的医药疫苗的系统伫开始用了后，就是交由中央来控制注疫苗的代志，要叫疫苗搁存真济，有的甚至是要过期。根据这个了解，台北的中央专案疫苗要过期的有上万支，而且拢是真济人抢要做的 Moderna。继续关心国内疫情，昨增加23个本土，一个带病离境，搁有2个人染病死亡。疫情有较缓和，大家拢关心境界降级的消息。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后礼拜7月27到8月初9这段期间，要降到2级境界。除了食物件，出外也是爱挂嘴暗。另外，伫聚会人数限制也放令，伫室内上侪50个人，室外是100个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五23新增加23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是以新北市13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甲桃园市是4例，宜兰县甲高雄市有1例，而且新增加2个死亡的个案。个案数在不明感染源的部分，那仍然是低于10例，这已经持续1个礼拜，那所以整体降级的方向不变。因为本土疫情有较稳定，指挥中心宣布，为7月27到8月初9。防疫境界调降做第2级，而且会看疫情的变化，随时做检讨甲调整。我们是缓步降，我们是降了级，但整体的管制我们是缓步。目前来讲，我还讲以国外的疫情来讲，我们真的是没有大意的本钱了哈。但是中表示，防疫境界降级了后，防疫指引甲通案性原则无变，除了食物件以外，出门全程拢爱挂嘴暗，而且落实10连制的登记，保持社交距离。严格场所甲公共场所爱做人阵的管控，室内空间人甲人至少爱隔1米5，也若室外是爱隔1米。室内活动的人数限制50个人以下，室外是100个人以下。也若伫咧餐厅内底食物件的规定，是以未解封的规定来办理。有开放食喜酒甲公祭，毋过若食喜酒一个室内的空间是以50个人为限制，室外是袂当超过100个人，而且袂当一道去敬酒。也若休闲娱乐场所，亲像歌厅、舞厅、夜总会、酒家、酒吧、MTV、KTV、游艺场所等等，甲社区大学实体课程、读册中心、游水池等等，是依次无开放。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国内有注新冠疫苗的民众累计有605万9千多人次，注射率是24.94%，注射数量人口比是25.8%，而且新增加4例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件，其中 AZ 有3例，莫德纳有1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日本土病例增加23例，台湾的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228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
目前伫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包括新北有6747例，伫台北有4760例，超过200例有桃园767例，苗栗是548例，基隆有312例，彰化是270例，伫台中有205例。另外，死亡的个案是增加2例。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伫7月27特别降到2级警戒啊！指挥中心也宣布讲，伫餐厅、夜市啊、百货公司、遮卖食食的所在，若是下防疫的规定，就会使伫现场食食。真侪业者拢甲防疫准备好啊！毋过，亲像甜瓜瓜甲麦当劳，遮个所在犹原是禁止店内用餐，爱包顿去食。阿古的假帮喷酒精消毒，作为叫做梅花座，所有服务人员也拢爱完成一剂的新冠疫苗注射。就连店内用的民众也必须都要有新冠疫苗注射证明，才当来消费。因应着指挥中心7月27了后更改降级，有餐饮业者超前部署，打造疫苗餐酒馆，要让顾客享受一个安心良好的用餐环境。这2个月下来，如果限制真的是蛮多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超前部署，可以推出更多像这样子的疫苗餐厅。这届境界降级了后，伫餐饮店内食规定，也是维持7月13未解封的规定，包括着爱假帮、社交距离拢爱做到到。超商、卖场、内容区也恢复开放，不过超商现在也是无开放范围。例如是婚礼，人客袂使换桌，新人也袂使达到敬酒，限制计减50人，户外100人。觉得说，他这样开放还不安全，那当然自己可以不用开。我们只是定的一些规范跟指引。不过连锁素食餐厅甜瓜瓜也是因为防疫优先，决定继续延长路边店内容禁令到8月初9。另麦当劳是宣布伫维护顾客甲员工健康的前提下，包括着无共道的顾客保持1.5公尺以上，也是使用假帮；共道人采用梅花座，也是使用假帮这防疫措施。餐厅当积极伫准备，所以禁内容政策会延长到8月初2，一定8月初3开始才同步开放店内食。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2特别降做2级警戒，亲像传统市场即寡日常买物件的所在，人丁量比会较侪。屏东市的中央市场就按监视佮广播的系统，里长通透过手机管制人丁，人若一侪就通随放送，提醒民众得要注意。来到屏东市中央市场，实联制佮酒精消毒是上基本的。若无做，市仔口这支电眼拢翕起来。里长提出手机电眼的画面，唔但看会到，阁会当马上公布。平和里里长办公室公告，平和里里长办公室公告，下晡2点，咱的防控局含市公告来做一个环境消毒。这是地方有线电视公司甲市公所合作，电眼甲广播系统直接甲手机连接，就算是里长人无伫现场，拢会当监视市仔口民众的状况。较好的讯息先互阮了解，会当掌控遮的出入的人口的迄个聚集度啊。人为这个出口流动伤济的时阵，阮麦克风，阮就开手机来甲咱遮的人客。先提醒一下。潮州的中正市场同款有装这个新的防疫电眼，因为这平常时人车嘛袂少。咱来在车仔都在，爱保持人员距离，爱把注意做好。这样防疫效果比较好，然后可以保持那个社交距离。对，可以知道人流的动向那样子。民众表示，新的监控系统嘛，当了解市场的治安甲交通，就算是后礼拜降级，要是爱管控市场人数，才会当做好防疫。记者陈嘉文、罗维做屏东报道。来关心地方其他的消息，伫嘉义东石甲布袋是出产蚵仔重要的乡镇。伫当年的5月节到中秋节这段期间，拢是蚵仔大出的时期。即阵的风台当咧挖金，阁起大影，渔民也赶紧出海拼抢收、拼采收，毋望会当减少这个损失。渔民无闲咧破蚵仔，把握时间处理这一粒一粒新鲜阁饱甜的蚵仔。为惊风台会影响到蚵仔的收成，渔民趁风影无大的时间出海抢收蚵仔。咁高磅啊，这蚵仔拢高磅啊。蚵仔真哩贵啦，风台要过来甲咱收去啊啦。渔民讲，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啥物游客来遮佚佗买蚵仔，总算等甲情况要较好啊，煞拄着风台要来，只希望唔通影响到中秋的蚵仔。中秋节大部分即蚵仔拢会烘嘛，所以讲你若讲即边损失着济，
蚵仔可能量会少，而且佫会起价啊。但是你来看伊风台这边造成的影响侪都还需要海浪做决定啊。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目前县内有2630台蚵仔病，有申请渔业权1条。若是天然灾害有够救助标准，拢会有现金救助，而且嘛有开放布袋第三渔港，予渔民暂时控蚵仔病，希望协助渔民减少损失。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生活宝贝啊，即马因为疫情甲风台的关系，关货人是佫愈少，甚至关货中心即马大欠货，尤其 A 型甲 AB 型，剩无几工就要用完啊。因安尼中央放定注 AZ 疫苗的关货限制。你若资料无出现无爽快的镜头，就会使去关会咯。全国防疫3级警戒，也降低民众关会意愿，各地关会中心拢出现严重欠货状况。新的关会中心统计，目前 A 型的货欠上严重，只剩2天的库存。若佮加上这几天，甚至天气无好，因烦恼会更加影响想要来关会的人数。捐血人是有明显的比较少一点。对，所以今天血库存量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充足，然后我们都作业措施就是有到点赞室，它都有延长作业的时间，然后有做一些就是可以上网预约的动作，可以让它减少等候的时间。一天需要大约差不多1000袋左右的血，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维持7天的安全库存，但是现在我们以 A 型来说的话，已经不到2天的库存。关会中心指出，预计为确保决疫，23开始放量注 A 类疫苗后，要等14天再使关会限制。从7月23日之后呢，你只要没有不适的症状，然后施打 AZ 疫苗是可以捐血的。疫情3级警戒以来，全台欠货情况明显，即马放量注疫苗了后的关会规定，希望货库量早恢复安全库存量。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搁一上要紧，伫英国有研究就咧讲，注辉瑞疫苗若2剂注的时间人较久，抗体的高度会较悬。尤其即马 Delta 变种病毒拖全世界，专家就讲2剂 BNT 让8礼拜的保护力是上好的。疫苗爱完整注射才当得到完整的保护力，不过2剂中间到底爱让偌久才比较较好呢？一个英国的研究最新发现，注美国的辉瑞新冠疫苗2剂让时间较长，整体的抗体浓度也会较悬。另外，专家也讲，以英国的情况做例，辉瑞2剂让8礼拜，互更加侪民众会当更较紧有保护力，上会当防范侵袭全球的 Delta 变种病毒株。根据 BBC 所整理的这个研究结果，注辉瑞疫苗无论让偌久，整体免疫反应拢真强，让3礼拜比让10礼拜体内会产生更加少的中和抗体。注第1剂了后，抗体浓度渐渐下降，不过另外一种免疫细胞 T 细胞的浓度却是也真悬。另外，让较久，虽然讲会互 T 细胞整体较少，不过负责免疫基地的辅助型 T 细胞占比较悬。为了确保防疫，意大利政府22宣布要求民众伫店内用餐、坐博物馆，还是看表演的时阵，爱提出新冠疫苗注射，还是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也就是所讲的绿色通行证的制度，一定伫8月初6实施。Il Green Pass è una misura con cui gli italiani possono continuare a esercitare le proprie attività, a divertirsi, a andare al ristorante, a partecipare a spettacoli all'aperto, al chiuso, con la garanzia però di ritrovarsi tra persone che non sono contagiose. 同款着去注疫苗的，还有以色列总理班奈特呼吁遐会使注，煞还未注的民众爱赶紧去注。 האתגר שלנו ברור, שכל הישראלים שיכולים להתחסן, ילכו להתחסן. כל אזרח מגיל 12 ומעלה, שאין לו מניעה בריאותית להתחסן, לכו להתחסן. לכו להתחסן. 以色列已经有56%的总人口完整注过2剂辉瑞疫苗，不过过去1个月确诊数重新开始升悬，感染的大部分拢是 Delta 病毒株。22全国拢总新增加1336例确诊。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受到烟火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早起的雨势较大。气象局针对台中以北、宜兰、南投等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到甲下晡，风雨下渐渐变较细阵。气象局按算伫早起11点半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
不过要注意稍后的西南气流可能会为中南部带来雨势，咱乡亲得要注意，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伫北部地区是26度到30度，伫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伫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是26度到34度。接落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